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行優之謎講下錶。今日揾到有兩款最新款嘅帝陀，有優惠價嘅介紹俾大家。其實都唔係咩新款，之前都有嘅，不過之前係出格帶。依家珠帶咧係2025年專門店嘅最新款，一隻藍面，一隻黑面嘅 Black Bay 計時41mm 錶徑，有夜光針、夜光字。而呢兩隻錶咧定價都係一樣嘅，46,700。而藍面個折實咧係33,800，黑面咧係37,800折實。呢兩個錶都係最新日期嘅2025年9月。而另外一隻咧都係 Black Bay 計時，sorry 呢隻唔係計時 ，Black Bay 嘅潛水錶卡邦殼42mm 夜光針夜光字，配備一條藍色嘅布帶，摩索鐵布帶。呢隻錶嘅定價咧係31,800，折實價係24,800，係2025年嘅 NOS 未使用品。而最大優惠咧就係依家呢一隻 18K 金圈全鋼殼金鋼帶42mm 黑色嘅網紋錶面，全自動機芯。呢個錶定價咧係29,200，29,200。依家係超級優惠價18,800，18,800，亦都係2025年6月嘅 NOS 俾使用品。另外仲有兩隻 Black Bay， 一係太聽，一係全鋼，都係有優惠價嘅。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 WhatsApp 我哋61279284，61279284，同我哋傾一傾，或者可以親臨我哋尖東富豪酒店嘅門市行優錶行試一試，同我哋傾一傾。多謝大家。